笋塘会当分解有机物，所以会利用伊来处理喷。嘉义新港乡公所最近就是头一座喷的专循环中心哦，就是这种笋塘来处理回收的喷。那么这会来了解。回收等的喷经过处理，电脑会配合一个单位的重量，加入污水网的幼糖，煞来佫会饲伫受到电脑控制温度、湿度的环境。嘉义县政府伫新港乡设立县内第一座利用自动化涌式污水网来处理喷的循环中心，可以有效的这个去化我们本乡的厨余之外，那其实希望通过这个场域的设置，希望能让这个民众多这个帮忙回收这个厨余让这个厨余进入整个这个循环系统。污水网嘛有人讲是把笋塘，伊的幼塘会当处理喷，成塘了后，佫有真营养的蛋白质，除了会当摕来做养殖的饲料，佫会当加工做生质燃料。嘉义县环保局表示，希望透过这个循环中心，让县内喷有更较好的气化方式。嘉义县的厨余有部分是标售给养猪场去做喂猪使用，那后续如果说有一些猪瘟等等之类的，可能会影响厨余的去化，所以我们才跟居肉公司合作来做一个厨余北水盟处理厨余的示范区。这个循环中心目前一天会当处理1.5吨的喷。嘉义县环保局表示，未来会配合农业、水产业者甲合作单位合作，加强污水网的涌式甲资源转化。按说明年要提升到1天7吨以上的处理量，互喷唔但干那是粪扫，嘛会当加做是有经济价值的资源。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